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伯记第7章。人伫世间，敢毋是一定有劳苦，伊的日子敢毋是亲像互人请的工人，亲像萝卜底迫切期待日落，亲像做工人等要领工钱。我嘛注定着过空虚的岁月，着经过忧苦的暗暝。我要困的时，想讲暝遐长，什么时才通起床？我翻来翻去到天光。我规身躯生虫、奸僻、落人、批破、流人。我的日子得过比这部的书较紧，日子过了拢无圆梦。上帝啊，求你记得我的性命，若喘一个气，我袂当阁见着好日子。现在你有看到我，毋过袂当阁看见。你要找我，我已经无存在。云消散就无去，安尼人落阴间嘛袂阁起来。伊袂阁倒来家己的厝，伊本所在的人嘛袂阁认得伊。所以我毋阁念我的心忧苦，我要讲出来。我的神苦叹，我要申诉。我检视大海，也是海怪，你竟然派人监视我。我若讲，我的眠床会安慰我，我的床铺会减轻我的苦叹。你就用眠梦互我惊，用噩梦互我带。我宁可互人吹死，嘛较赢活甲遮尔艰苦。我厌恶性命，无爱永远活地。你莫插我，因为我的日子拢无意义。人算什么？你遐尼看重伊，遐尼照顾伊。你逐早起监察伊，逐日试验伊。你伫时才要越走无看我，遮啊久莫插我，互我吞烂一下。监察人的主啊，我若有罪，是碍着你什么？你是安怎用我做红心社？是安怎看我做你的重担？你是安怎毋赦免我的过失，毋除去我的罪过？当我底要归土啦，你要找我嘛找无。